喲，沒發燒啊？我還当我今天遇見俩精神病患者呢，一個练心經練傻了，另外一個是重度精神病患者外加高燒。别生气了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孩子吗？所以我就叫你孩子他妈。再说了，咱俩吵架的时候本来就是你在床头，我在床尾。哦。哎呀，行了，大小姐，不，孩子他妈，别生气了，今天晚上就跟他回去吧啊。看在两个女神经病苦苦哀求我的份上，今晚小主我就从了你吧。哎呀，行了，你俩腻不腻歪啊？人家看到还以为怎么回事呢。分開。你是特欠擁抱是不是？特想被抱是不是？來吧。小可愛。可不可以加2个辣椒啊？王老师喜歡吃辣。大姐，我炒了10幾年的西紅柿炒雞蛋，有放糖的，放鹽的，沒聽說過是要放辣椒的。看看手了你。雷閃閃，我從小就開始做飯，你這種只會張嘴吃飯的人就別給我瞎指揮了。你知道你這種行為是什麼嗎？是對我廚藝的蔑視。哎呀，閃閃，你就別心急了，你就慢慢等着吧啊。人家不是第一次給王老師做飯嗎？所以很緊張嘛。哎呦，你別緊張了好不好？你那是假賢惠，又不是真賢惠，搞得跟升國旗似的，還莊嚴肅穆。啊，看我這無名英雄當的，簡直堪比活雷鋒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我給你按摩。小後舒服了。唉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王老師来了，快點收拾一下。